念业客家。那怎么嘞？阿昌哥，哎，刘总啊，那怎么把棉被跟衣服都搬出来了？不是啊，你看给不念啊，天气晴后啊，所以想要把衣服跟被单拿出来洗一洗嘛。错啊错啊，因为天气晴后呢，你条动态风又动凉，待会要不要出去走走啊？待会儿我看先不要啦，我先把我的这个伞夫老这个皮单啊，都先洗干净再说。你要不要把你的那个伞夫也顺便拿出来洗一下？是啊，好像该洗了，可是又懒得洗哎。后懒时的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是因为天气好哦，如果过几天啊开始落雨啊，伞夫不会干啦。哎呀，可是我又懒得洗。好吧好吧，我先去洗面，先去洗面，面洗条仔都洗衫啦。好了好了，哎。阿明哥啊，有看到洗衫粉吗？是不是用完了？洗衫粉？哎，我上个礼拜才买了一大包洗衫粉呢，怎么会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可是我找不到啊。找不到啊？你去那个做哈 get 杯啊，里面可能在那个做哈底下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找到了。你怎么放那么隐秘的地方啊？还真难找哎。哎，不是啊，本来是放在浴室里面，但浴室空间太小了，根本放不下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做哈。哎，那个洗衫粉啊，旁边还有那个柔软巾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啊，我有看到一罐柔软巾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待会那个洗衫粉啊，加上柔软巾一起洗啊，你那个皮单啊就会软软的，比较好睡。哎，昌米啊，你还真周到哎。哦，既然这样万事俱备，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运动海鸭生在谁啊？运通海而已啊。是啊，我看你连妈的也都要洗一洗啊。是嘛？哎，你看你这样好强力啊。哎，我以后哈嘎发，我们从里到外，从上到下都干干净净。哎，你先去洗吧。好。伞夫。伞夫，皮蛋，落葉，洗衫粉，運通鞋，抹嚟，捱進來咧，唔好懶時。